主后2024年10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当审判来临的时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47章第10到第7节。埃及王攻击迦萨以前，上主针对非利士人对先知耶利米讲话。上主讲：你看。北方的河水涨悬，成做一条泛滥的大河，淹过全地甲其中所有的，坎过城甲城内的居民。人要喝休，境内的居民拢大声啼哭。做老爸的一个听到战马马蹄的声，战车互地震动的声。车轮高过的声，双手就酸软，无法度活转身救家己的囡仔。时日一个到，上主会毁灭所有的非利士人，消灭剩落来要帮赞泰尼甲西顿的人。上主要毁灭非利士人，消灭加菲托海岛所剩的居民。迦萨铁光头悲伤，阿什基伦嘛乌有去啊！伫平原所剩的非利士人啊，恁挂家己的身躯哀伤，要到伫时？恁叫讲上主的刀剑啊，你到伫时才会安静？着求入去刀手，毋通阁震动。伊哪有可能安静呢？上主命令伊去攻击阿什基伦，攻击住伫海边的居民。我上主派伊去，这件事已经定着。当审判来临的时，家原本是提供安全、为人遮风挡雨、互人安心立命的所在，但是若拄到歹厝边，就可能永无宁日。有一位少年人经常到教会找牧师诉苦，因为伊的厝边不是找伊的麻烦，三不五时就用重推仔拍伤人的壁堵，也是找警察来引导关切，互伊真受扰乱。原来少年人介意弹乐器。虽然尽量甲音量压低，也互厝边投诉咧制造噪音，包括便所、冲马桶、拢防嫌伤吵。毋若安尼，连伊停伫厝门前的车也互厝边损毁。面对即种的歹厝边，除了伫生活上着真小心谨慎以外，还会当做甚物呢？以色列也有一个互因真头疼的歹厝边非利士。旧约创世纪第10章14节就有提到非利士的起源。非利士是属地含的子孙，加菲托克里德人的后代。对以色列来讲，非利士是一个充满罪恶、敌对上帝、歹款待厝边的国家。旧约中屡次提到非利士，总伴随着侵略、攻击、挺凶斗狠的描写。譬如讲，伫族长时代，以撒所学的箭不断互非利士人踢掉咧、抢夺。伫士师的时代，非利士搁较时常欺压以色列，是侪侪为士师对战的头号敌人。伫王国前期，大卫所赢战的大汉人歌利亚，搁较是非利士的经典角色，体格魁梧汉草好，骁勇善战，欢迎霸道。不过，歌利亚最后却败伫大卫的献石，
咱也甲规约中所讲到关系菲利斯的故事，拢拼斗做伙，就会有一个搁较清楚的图像。菲利斯就亲像一个介意惹事端、爱掟勢欺人的歹厝邊。先知耶利米伫咧談論列國受審判的信息的時，指出菲利斯這個歹厝邊特別逃袂出上帝的審判，而且上帝審判的嚴厲程度，差不多是毫不留情的。佇針對菲利斯的審判信息中，先知以大水淹沒大地的景象，講述因會受到打擊摧毀，親像大水氾濫帶來的災難，無人會當幸免。就算大聲喊救命，也無人出手救援，因為所有的人攏慘遭滅頂。先知閣用大軍壓境的畫面，交流出駭人的戰事場景。佇戰場上，前來攻擊菲利斯的軍隊聲勢浩大，互菲利斯人聞風喪膽，無人會當逃脫。若是遐個甲菲利斯有經濟互惠的盟國，譬如講水羅西頓，也攏會遭受上帝殲滅。上帝審判的行動一旦啟動，親像倒出手，任誰也無法度制止，最終迄個邪惡的國家將會佇歷史上銷聲匿跡。人為着滿足家己的私欲，不斷沉迷佇罪中自樂，甚至做出真濟傷天害理的代志。這毋但得罪人，也得罪上帝，最後要受敗壞的果子。菲利斯人所留落來的歷史陰間，值得咱反思，免得重蹈覆轍。默想，菲利斯人的結局對我有啥物啟示？要安怎避免落入相款的處境？菲利斯人的結局對我有啥物啟示？要安怎避免落入相款的處境？咱做伙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你命令囝仔跟對你的人愛遵守大誡命，就是疼上帝、疼厝邊，借着彼此相疼、善待人來成做跟對你的記號。求你互我佇生活中活出疼，互人通得看見你的榮耀，奉主得勝的名祈禱，阿們。願上帝賜予你身心靈攏勇健平安。